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要是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搜救队伫咧斯卡东步道一堆石头卡找到2个死者，新婚的部分搁爱较近，另外有6个人失去联络，也搁有600多人掉伫咧山区。今中昼花莲搁再发生规模5点4的地震尾，天龙市大楼铁柱工会先暂停，一直到暗头5点才搁开始停。今暗时大甲妈祖要起驾王神港绕境进香，真侪香灯卡下晡先去镇南宫起码开始9天8暝行程。讲到这花莲大地震了后，根据着消防署的统计，已经有10个人死亡，其中德鲁古斯卡东步道有6个人失去联络。这搜救队今日继续找，也伫咧一堆石头下骹找到2个死者，因的身份还较真。也因为搜救过程有4、5架这土石仔放落来，决定先特地暂停搜救。另外一边呢，有这搜救队伫咧救救中救出9个民众，其中1个有受伤，或者特殊队轮流挨落山。目前山区内面有关有超过600人掉伫内面，空勤直升机载起摇身空投物资，有医疗需求的民众也大声甲因送出来。搜救队员用行的去到中环山区，真侪所在拢放弃。过程当中，四界是硬碰碰，而且搁一直闪开落来石头，救援的行动是真危险。中环还是有不断的落石啊，所以就是在行走的部分就是有一定的风险。中环规个因为崩山，行过所在土石看到是拢脆炎炎。搜救队各行的入去救救洞，经过3点钟，车5早起10点外，顺利救到9个民众，一个人卡断去，特殊警员轮流甲伊挨落山。很开心啊，因为我们要看到本人，我们才知道说他真的安全。很开心，平安就好了啦。但几下工，母仔囝总算是见面，2个人烧染流目屎。不过另外一边，斯卡东步道有6个人失去联络，家属发文请大家斗找人，嘛有人真着急，直接去指挥所探问，希望会当有好消息。他说要回来花莲祭祖，然后他们就先到太鲁阁去走路运动。我们有打电话，可是都不通了。斯卡东救援的行动赶快是真辛苦，队员牵搜救犬爬60度真高的山坡，4个拢是崩山的落石，尾后伫真侪大粒石头下骹，发现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待伫下底，那像是罹难者身份也会确认。不过伫搜救的时阵，要是一直发生地震尾，嘛不时有石头落落来，1公里外佫发生崩山，抢救的工作只好暂停。中间大概碰到4、5次的落石，那中间都有做一些紧急撤离。那最后是因为落石的状态越来越密集，我们就现场所有的先撤出。地震了后的第3天，救灾的任务要是无停歇，空勤直升机伫天祥地区甲西部国小空投物资补给，乌用直升机嘛伫天祥接到有超过60个人有医疗的需求，优先甲因载落山。那地震有没有很可怕？地震不可怕，应该是吓到了。目前地震已经造成10个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至少600个人受困，包括天祥地区有500多人，西部国小84个人在内，几个所在拢伫等待救援，失去联络的也有13个人。目前天气开始在变，嘛冲击到搜救行动。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地震，或者中华公路因为路袂通，也有真侪人掉伫内面，有一寡人是联络袂到的。搜救人员拜5归工，总共甲82个人救落山，大部分拢是有慢性病患者、坐伙人，也有囡仔。今摆咱赶紧来连线，互咱的台记者郭碧君甲林旭凯，请因来甲咱讲今仔日的情形。继续来关心花莲大地震了后，搜救大队伫咧中华公路的搜救行动。记者今仔人伫咧中华公路的行动基地，今摆会使看到行动基地，遮已经开始收啊，因为天色渐渐暗，这个视野是无好，无法度继续这个救援行动。搜救大队今摆也当咧准备要开会，要为明仔载的搜救行动继续做准备哦。那今仔日最后一架次的直升机救援民众是伫咧下晡4点的时阵来到救援行动的这个基地，咱来看因的讲法。里面都 OK 没有问题了，但是就是跟外界断绝了。好了，我们水跟家都很充足了，到现在为止很充足，但是晚上过就可能就没有了。现场工作组会陪同他们外出去做这个搜救的任务。那主要的医师跟护理师会在帐篷内做这个场地
跟民众的这个就医需求的处理，这样没有比较严重的状况，大部分都是血压偏高，因为年纪跟用药的关系，对。今仔日是救援82个民众，除了天气的因素以外，现场因为一直有地动尾，山顶也等咧落雨，天气无好。亲像刷卡当报道，这块较有落石崩山风险的所在，虽然今仔日早时有发现2个雨大石头缀伫咧下骹的大体，不过因为天气甲环境的因素，也看明仔载的天气状况甲地动尾的状况，才通做救援的决定。以上是公司第一台来自中华公路的连线报道。感谢别军甲协会提供上最新的消息，互咱了解。来讲到这地动的搜救行动，还佫伫咧进行。目前也有一个加拿大籍的这个游客，还佫有2个摕这澳洲护照的新加坡人，总共3名外籍游客失踪，当咧用手机定位找人。来讲到这国际上，大家拢真关心这摆的地动，已经有88个国家对台湾表示慰问甲支持。日本也宣布要捐美金100万协助台湾的这个灾后重建。不过中国呢，说是伫咧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台湾，感谢各界关心。咱的外交部就批评中国利用台湾地动，伫咧国际上进行认知作战。一个跳落车赶紧把身躯的土粉搬搬，牌仔甲行李箱也拢交涂刷。因为这8个外国游客4月初3经历地动了后，伫中环过一暝，手机网络拢断线，好甲在初时早起拄着要落山的火车，顺续坐车，顺利到特殊中心。No Wi-Fi, no internet, no water, no electricity. We made we took the water from the mountain. Everybody here has been amazing. The hotel were incredible. The staff looked after us so much. Everyone was translating. It was a scary experience, but everyone made it incredible for us. 也有民众伫面册大文表示，有一个75岁日本人清水先生，家己骑脚踏车环岛，暗过伫地动了后失去消息，朋友真着急，看海求助，好甲在地真侪网友斗转发，找到伊安全住伫华人民宿。不过外交部表示，也有加拿大籍1个人、澳洲籍2个人失去联络。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资讯有加拿大籍1个人、印度籍1个人、新加坡籍2个人失去联络。规划由花莲应变中心进行手机电话找找，过来也把握黄金时间来救援。总统府指出，目前有88国的政要陆续对花莲赈灾表达慰问甲支持。不过中国的举动真侪人的议论。中国大陆方面对此次地震造成的伤害高度关切，我们感谢国际社会表达的同情与关心。外交部对此表达不满，并严正谴责中国利用台湾震灾在国际上进行认知作战的无耻行径，正凸显中国对台湾只有政治算计，毫无善意的威权本质。外交部正式回应，批评中国趁台湾重大灾害进行认知作战。根据国防部的公布，初时规工查到8只强舰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地动了后，花莲有真侪路拢断去，亲像这台九线的清水桥也拢断去啊。按算伫咧初六暗时6点会先抢通，提供细台车大线双向管制通行。因为一直有地动，会造成抢救困难。中华救急动差不多10分钟，就这石仔落一盖落来。抢救团队初5已经完成了解灾情的状况。按算中华公路初7会当单线通车，初10进前呢会当专线通车。常常长咧赶工清水苏花公路为初6的部分通车做准备。花莲大地动严重伤害东部的交通运输，公路几项位路段持续咧抢修中。交通部讲，第9线下清水桥预计伫初6暗时6点抢通，先予水车车单线双向管制通行。这里是9驱动隧道对外的道路，目前落实频繁。石头大粒水粒一直落落来，实在真危险。不过地动尾不断，造成抢修真困难。中华公路救急动头前平均每10分钟落1摆石头。大下8线最新的抢修进度到初5中昼12点，东平已经抢修到173.7 K 救急动崩坑口东平，拄着崩立5000立方公尺。西平是抢修通过142.2 K 北洋路段，过来是向东抢修151 K 路桥。那目前台8线我们已经抢通到174 K 哈，因为路况不是很理想，我们预计到今天下午会抢通到下午3点抢通到9曲
九曲洞的部分呢，那个里程是在173K 左右哈。到目前，公路抢灾团队已经抢通15位受灾点，台北线也有7位受灾点。有国中环公路确实会抢通单线，随着进行完成全线通车。不过路况无好，地动脉不断，抢通困难，几乎要通行嘛真危险。根据目前的工作状况推估哦，在明天下午3点可以抢通到天祥隧道的西口。今天的点到明天的点，大概我们还有7公里的工作。不过，搁刷落来，东半部地区、中部山区真有可能会来落雨。经历大地动了，边坡较脆弱，路径出现土石流的灾情。若是吹到通车了，再搁落雨，通路可能会搁再断站。相关单位嘛呼吁民众，若无必要，唔通搁进入山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场大地动，花莲天龙星大楼倒去，造成一个住户死亡。昨检察官调查刷件已经开始拆除，说因为中昼花莲搁再发生规模5.4的地动尾，拆除的工课先暂停，一直到暗头5点才搁开始拆。咱也赶紧来连线，互咱的台记台记者张义辉、曲小阳，请伊甲咱说明上届新的情形。是主播，目前记者带大家来关心花莲天龙车大楼上升的情形。即马伫现场会当听到机械作业的声音，因为天龙车大楼伫下暗暝5点外已经开始作业啊。伫大楼的正面甲边啊，拢有用钢梁来固定，伫下骹嘛有用红门头来增加重量，互大楼会当更较稳定。即马拆除的进度是已经甲顶悬的牌楼拆一半，等一个准备要拆水塔，到时阵会往下骹的楼站豆豆仔拆。其实即马花莲天气无介好，现场阁有落雨，不过人员依然是继续作业。工程人员讲，电倒是雨水，阁会当减少土粉，袂影响到工程的进行。伫即摆天龙车大楼拆除的工程是拢总有100多位人员斗3工。花莲县政府嘛宣布，即摆工程会24小时无眠无日的拆，就是要拼2礼拜时间，就甲这栋围楼顺利拆掉。因为即马拆除的工程已经开始，若是工程人员有捡到自毁物件，会将物件放伫大楼边仔2处收集站，尾仔会交予花莲分局来保管。住户伫初6过后，就会当去警察局来询问。以上就是记者伫花莲现场的连续报道，即马甲时间交予主播。感谢议会甲小杨提供上届新的消息，互咱了解。也讲到这地动了后呢，太空中心也随改变福卫5号的行程，去翕台湾的东海岸，做地动前后的比较。发现讲花莲的山区有真侪所在拢放弃啊，也甲这相关的资料交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另外，数位部也派出全国头一台载着这个卫星通讯设备的网络行动车，要互救灾行动的通讯更较顺。为福卫5号的卫星画面来看，2月甲4月旧山岛头前地貌出现变化。另外，2月、3月甲4月影像来对比，第五溪水头的山坡地有大规模的土山。崩塌的范围基本上看起来是第五期的范围最大，后续的一阵多少引发一些崩塌，可是不会那么严重。有落石的坡度在这个地方，后续如果有强降雨，会更严重。花莲近海其早发生规模7.2强烈地动，华东地区影响严重，有部分建筑物倒去，造成人员伤亡。代志发生的这一天，福卫5号按算11点左右会通过台湾天顶。所以，塔萨团队紧急修改卫星翕的排程，改翕东海岸地区。甲在前影像对比，发现真侪河川的水头好亲像崩塌，也佫有大片的土山。各将相关图纸甲分析交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山区的地方其实是有很明显的崩塌地的一个显示的，也看得到河道附近其实很明显看得到有崩塌地的生成。我们做完指令之后，其实卫星也有一定的处理的时间，然后去接受我们的指令，所以到底我们这个作业时间上能不能赶得上我们要拍照的时间？其实我们那时候担心的是这个点。塔萨伫2010年加入消防亚洲计划，由福卫2号、5号提供紧急救灾处上。
进前复活5号，就为土耳其赈灾提供经济投资，这摆也提到日本泰国等国的卫生资源。那我们成为他的资料提供者，成为他的分析者。那我们可以透过守望亚洲去取得前面提到这个太空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的一些太空协助。因为强烈地震的影响，花莲部分地区电力通讯网络断去，作为部派出过来第一台在卫星通讯设备应变网络行动车，希望在灾后处理顶悬。为灾民甲救灾人员提供通讯更较侪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大地震了后，真侪所在出现损害，民间团体含收海岸的业者，因着发起志工团，对花莲港出发到海面观测这苏花公路情形，希望提供这资讯给相关单位协助灾后的复原。有人摕翕相机伫翕，有人摕望远镜伫看。花莲伫车山发生规模7.2的强烈地震，造成苏花公路有真侪路段放弃路断去。花莲万山协会甲道路办看海岸业者发起这志工团，4月早起对花莲港出海，沿这个大高线向北，对海面上来翕这个地震了后苏花路况。带过很多清水断崖的航班了哈，那今天到那里看到，就会觉得说啊，有点悲伤，暴力摧残过的那个画面嘛哈，就是并不是原来自然的画面啊。航程计划是6点钟，登机观察花莲海岸甲海底生态，真实在这片海域的瞭望机，看到清水断崖这地貌，和地震安尼摧残感觉艰苦。这座行程要专家甲学者，也有翕影像的人，翕到大清水放落去路段，也有工程车赶紧伫修路这定景。可以留下一些资料，希望对未来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环境调查，或者说我们未来对这样的一个工程施作以及未来的改善，都可以有一些帮助。大金水隧道这附近哦，那特别有比较多的崩塌，影响的规模比较大。那大概就是需要多一点点时间。民间的团队出海翕到苏花公路中，真侪民众无多亲目睭看到地震了的情况，也将影像资讯提供给公部门来使用，协助相关的单位赶紧来排除陆地上的崩山路桥这路况。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连假的第2天，这天气开始无稳定啊。气象署表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台湾含东半部地区拜六开始会落阵雨或者是雷公雨。那交通的部分，因为清明连假疏运，代替加开10班的车班。高公局预估讲，这国道5雨是平常时年平均的1.3倍。清明连假第2天，国道1号车也是真济，尤其新店湖口的路段，时速捌无到40公里。敢若会当行得动咧，伫国道3号桃园大溪车嘛袂少。高公局预估，初五国道交通量全线117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1.3倍。受到花莲地震的影响，国道5号路南车流量比去年减25%。拜六开始，国道的车流会转做是上北较济。连假的第3天，主要会是以下午北返的车潮为主。在北部地区，国1北向的苗栗到湖口，国3的关西到大溪，在下午的2点过后，车潮就会逐渐开始出现。那拥塞情形会一直持续至晚上。呼吁为南部上北民众，车辆上好伫中昼进前就出发，包括国道1号苗栗到湖口，国道3号关西到大溪，拢是车较济路段。因应清明连假疏运，代替宣布为初3到初8加开10班加班车，其中包括8班新竹江号、2班区间快车。代替公司预估，今年清明连假每一日平均在756000人，比去年增加11%。因应和平地区苏花公路路未通，需要救援的物资，代替嘛加开2班车，载大批救援的物资去和平站。清明连假毋但爱注意路况，天气嘛有转变。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到礼拜各地可能拢会有雨。到了周日跟周一的话，风就会受到这个锋面的直接的影响，那水汽上会更为的增多，所以在周日跟周一这2天的话，各地都会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现象。水汽愈来愈高，气象署提醒北部的民众，早暗温差变较大，都要特别注意。另外，因应最近较会有地动尾，加上会落雨的天气，呼吁民众若要去山区，都要注意落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苏花公路长期袂当行，航港局用水路运输，今早起对马祖调新大马轮来支援，也因为人甲车拢会当起哩来回总共载55台车，494个人，也因为这是救灾疏运，所以坐船是免钱的。
早就有车伫排队进入新大马船，因为人甲车会当做伙坐，往回宜兰花莲各55台车的运量全满。比起台北快船，敢会当载车，人爱另外转坐火车，民众大部分优先坐新大马船。就排队就上。就刚好登记上，是不是因为他人也可以一起过去？一台就帮我登记这一台，直接就，反正有可以回去就行了啦。苏花公路大清水大崩塌，短时间无法度通车，航港局启动垃圾运输，测试调台北快船载车，按过效果无好。宜兰去花莲做例，250台的运量，敢会当载63台车，3台大货车。新大马船离开所有港到花莲，敢若2点半钟，比起台北快船下4点钟紧真济，这也是民众较爱坐的原因。因应这个震灾还有地震的灾害，这个天然灾害的应变提供了一个服务，我们还是以协助民众为优先以不收费的方式来办理。高雄部航港局7号为马祖调新大马船加入宜花垃圾运输，一抓会当载642个乘客，一抓来回拢总载494个，望会当满足东部短期内的交通需求。因为这届是紧急疏运，航港局表示，民众坐船拢免费，以服务优先，无算成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咸水武庙已经有超过300年历史，不过这届受到地动影响，这武庙后殿也传出灾情。庙顶呢，这厝顶有一寡这庙红啊，拢落落来。市政府会勘了后，也讲会评估协助因修复。厝顶的展览写落涂骹已经看不出本来形体，庙方用三角锥围起封锁线，避免民众打着受伤。台南盐水武庙连续受到布袋地动和花莲大地动影响，后殿3楼的大型展览拢落落来，变做碎片。也袂危险，以前迄有的拢要落，阮即摆拢唔敢边啊，阮即摆拢行到边啊，因迄拢要落啊。无道的天灾啊，迄啊，无道漂亮啊，系啊，无弄着人啊，好加载。好加载无人经过，无造成人员伤亡。台南盐水武庙是盐水风炮上早开始的所在，已经超过300栋。因为建筑物较老，落雨定定漏水，去年决定整修，不过经费有限，才会当先整修前殿。即便因为和布袋地动的中心无到10公里，4点外钟了后，佫发生花莲大地动，有37年历史的后殿嘛出现损害。就是后壁都拢无去伤害着，后壁建筑是用起来，这建筑是37栋啊，因为啊看起来是咱像这个咱阿门头这方面呢已经。这个风化，文化部现在调查起来，目前因为它并不是古迹，然后呢也不是历史建物，所以变成说在中央文化部的一个补助的部分，目前还在研讨当中。3楼展览落去的时阵，嘛造成2楼良性的展览部分歹去，庙方初估要增加600万的维修费用。不过因为盐水武庙并不是古迹，市府和民代要协助争取费用来征收。记者李小燕、柯建准台南报道。高岗配面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按算因暗11点的起价，真正香灯卡下晡已经去大甲镇南宫起马路。妈祖要出门去进香，这警方也唔敢大意，强调若准有人故意要惹代志，一切拢会依法上办。双手举供爷妈祖的看板，欢喜来翕相留念。大甲镇南宫妈祖绕境进香，超过暗时11点就要起价。下晡庙内庙外拢是准备要随界信众，继续已经参加绕境10年啊，今年也无想要错过。伊就讲公园大只嘛，伊会善心好，咱家用一个。系啊，因为我对10年啊，对10年啊，嘿。高岗8年的大甲妈绕境，重点位伫嘉义县新港乡新港洪天宫，来回行路340公里。伫2019年，互行政院文件会指定成做无形的文化资产民俗类重要名胜。更加互 Discovery 频道列做甲梵蒂冈耶诞弥撒、回教徒被假雕成并列的世界3大宗教庆典之一。庙方下晡接待境界人物甲各地庙司参拜，强调妈祖无分党派是大家的。大家拢欢迎，因为咱不管是咱立牌吼，咱大甲妈拢有发邀请函，拢有邀请，拢欢迎大家。宗教妈祖是大家的，唔是分享的吼。台中警方为了防止30组的公庙人头抢救，先伫交接的所在涂骹围设这接驾区，强调即要注重闹事，随掠开救班。将接驾的位置、地点逐一划设交界的位置，并且约制各成员的人员在接驾期间不要聚众滋事，否则将依法就办。
大甲嘛辽境初5起价，分别自家彰化市南窑宫、西螺镇福兴宫、新港宫、奉天宫、北斗镇电南宫、彰化市天后宫、甲清水区调兴宫有加14会员电南宫。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以色列军方空袭伫咧加沙地区的世界援助组织，造成7个人死亡，引起欧美国家反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仔日表决通过，对以色列施行武器禁运。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初4也头一届警告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因着要用具体行动来保护加沙的百姓和援助的人权，若无会调整对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虽宣布会开3条入去加沙的人道救援路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初4召开记者会，公布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2个人30分钟的通话内容。科比表示，拜登对着加沙的人道危机感觉无法度接受，要求以色列伫刷落来几若点钟还是几天内，要即时采取具体行动来保护加沙的民众和援助人员。He made clear that U.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Gaza will be determined by our assessment of Israel's immediate action on these steps. He underscored that an immediate ceasefire is essential to stabilize and improve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and to protect innocent civilians. 对着北京的声明，国务卿布林肯阁补充讲，若是美国无看到以色列有改变，安尼美国的政策就会来改变。北京记者进一步问科比，安尼敢代表美国会改变对以色列的军售？科比讲，伊无想要有过也未定案的代志。世界中央主办 WCK 的国际援助人员，使伫以色列的炮击了后，拜登政府内外拢面临真大的压力。穆斯林领袖不满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拒绝出席北京举行的传统斋戒月的活动。民主党内部嘛传出调整对以色列军售的声音。拜登的好朋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议员昆斯就表示，若是纳坦雅胡进攻拉法，伊投票限制军售以色列。毋但是国际舆论，欧美政府的态度变强硬了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初5宣布讲，要开通3条进入加沙执行人道救援任务的路线，其中之一是进入北加沙的埃雷兹关卡，还有南部的阿苏多德港。另外一条是方便约旦运送物资的凯伦姆沙罗姆通道。加沙战争以来，已经有超过196个援助工作者死亡。随后发生的 WCK 车队炮击事件，是头一届有国际人道工作者死伫战场。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南美海军初4举行军事演习，想袂到一只海军军舰，这船顶的飞弹发射器启动了后，却出现故障，无法度把这系统关起来。为了要防止这飞弹射出去发生意外，单尾甲海峡的海空交通拢封起来。另外一方面，单尾的这个参谋总长3月伫咧红海进行维安任务的时阵，因为这个军舰武器系统出问题，同款也互换掉吧。原本真无用的大贝尔特海峡经奇怪的海空交通，因为一只丹麦巡航舰初4伫这所在进行演习的时阵，飞弹发射器启动了故障无法度解除。丹麦武装部队表示，专家咧赶去军舰解决问题，所以大贝尔特海峡海空交通就关起来。丹麦海事局已经示警船只唔通通过这海峡，因为飞弹碎片落落去的风险。大贝尔特海峡伫全球上无用的海上航线之一，也是进出波罗的海主要海上通道。另外，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继续用飞弹、无人机无差别攻击红海水下冲船，直接包括国家拢派出海军去维护航道安全。丹麦海军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伫3月初9的任务期间，新型的伊凡消费德级的巡航舰所出现真济摆作战系统失灵，防空飞弹七六快炮无法度发射这问题。丹麦国防部初4将参谋总长伦特福是透露，国防部长普尔森表示，美国信任伦特福。We did have some system failure or system degradation, which challenged a bit our engagement. But at no time during the engagement were we left defenseless. We have redundancies on board, so we were able to continue fighting and neutralizing the threats.
丹麦媒体报道，伊凡消费者荷兰长向互上个批，不管荷兰生产自动相控电雷达甲丹麦家己整合的战斗管理系统出现问题。不过无指出确切问题是啥物。国防部建议军人避免将这雷达用在火控导引，先用能力较歹的射控雷达甲供电对装置飞机来导引武器，这引起海军甲军人生产商的重视。公司新闻陈慧仁报道。意大利威尼斯的市长初时宣布，对自5开始会针对无来过暝来这耍一天的游客收5块欧元，才开始代票174块的入城费。若准唔遵守规定，则会罚300块欧元，才开始代票1万多块的罚款。这是全世界头一例。意大利水都威尼斯以优美的环境、建筑甲艺术珍藏而出名，所以讲伫1987年，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每年吸引大约2500万到3000名游客来遮佚佗。不过，这对当地真烂的生态系统已经构成威胁，去年差点被列做可能灭绝的世界遗产的名录内底。为了管制遮多的旅客，威尼斯宣布对4月2日开始。会伫春天甲热天这大月，会向无过暝的一日游旅客吐5块欧元，大约是174块台票入城费。这将是全球头一次限制人数而且收费的城市。若是违规，上最面临300块欧元，大约是10417块台票罚款。这新的规定实施了后，一日游的旅客必须先伫网络顶面来预订，付费了后会得到 QR code。参观迄天爱伫特定的检查点入境。威尼斯的管制时间伫当地时间早起8点半到下晡4点中间。这个新的收费的规定，初期会实施29天，先实施到7月中。Prima di arrivare al varco e prima di accedere alla coda, le persone che man mano si avvicinano verranno avvicinate da questi steward che ricorderanno alle persone, prima di accedere al varco, che è necessario un QR code, che non si mettono in fila senza nessun documento perché creerebbero intasamento. Per cui ove ci trovassimo in presenza di qualcuno che non lo sapeva o non ce l'ha, diciamo guarda, il modo per averlo, entri in internet e te lo scarichi facilmente. 市长布鲁纳罗讲，会免费入去威尼斯的，包含14岁以下的囡仔入城工作、读册、探望出来的人，也是讲接受医疗的人，也佮有伫威尼斯甲威尼托地区出事的这民众等等。根据威尼斯的调查，有80%的旅客拢是一日游，因往往真少伫遮消费，所以讲也无法度带动当地经济。正住伫威尼斯的民众大约有5万人，伤侪游客对因来讲是种负担。除了伤亏以外，也对当地生活方式甲文化造成影响。当地政府烦恼，若住伫威尼斯的民众人数继续下降，这就无过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咯。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4月初3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了后，包含这地动尾加起来已经超过500届。半暝仔的时阵，阁有超过规模5以上的这个地动尾。气象署表示，这地动尾范围愈细，而且也会愈来愈减。专家也要提醒讲，除了花莲，这个月嘉义地区也有发生地动，也就要监测到这梅山断层，是因为这搭已经有上100年无较大的地动了，累积这量能的部分就要特别注意。初五透早2点外，花莲阁发生规模5.3的地动。除了高雄、屏东以外，全台湾拢感受会到。初五下晡阁发生规模5.1的地动。气象署分析，这两件地动也是属于4月初3花莲地动的地动尾。统计到初五尾仔，包括主要地动，甲两届规模6以上的地动尾，累计地动尾总数已经超过500届。其中小规模的地动占的比例上侪有超过400届。那主震跟比较大的余震6.7还是维持在那个一样的数字，所以我们从这边来判断，目前地震是有往数量少的方向在做发展。地动测报中心郑主任阖凯文指出，除了花莲的地动以外，嘉义伫4月份以来，短短5天已经有9届规模3以上的地动。对西部来讲，相对是罕见嘛发生了真接，这敢是甲梅山断层100年的周期有关系，也无法度确定。不过以讲以梅山断层的范围来看，高铁若经过嘉义沿线，都要特别注意。那如果说发现最近地震比较活跃，就经过那个嘉义的时候稍微减速一下，要减速下来的时间，要刹车的时间可能需要90秒。那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几秒钟的那个预警时间可以达到的。嘛有地质学家认为讲，这个花莲的地动是海华山脉下底个断层的系统。为过去的经验显示，嘛袂当排除引发中央山脉断层系统活动的可能性。在
花东这边的地震的发生是大家会注意的，就是说会看有没有的会不会联动性的问题。不过就是说，事实上地震的发生很难去这个预测啦，不过就说面对这样的问题的确是要很审慎的去应对。学者推估，在花莲7.2大地震了后，地震尾可能持续2礼拜至1个月，提醒民众厝若是有受损，就要赶紧补强，嘛要注意家具跟财务财，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当地农业也受到这地震损害，到今中昼为止，农业损失超过9000万，其中伫咧放伫外海的这个烟仔站也因为地震出现破坑，市地内面的鱼仔走了了。另外，伫咧吉安乡一间种木耳的农场，几落万包的这个木耳太空包拢落落来，恐惊影响到木耳的成长。这种情况，不管太空包落到龟头骹，铁架仔嘛走纸。这间吉安乡的木耳厂大地震的时阵，透过监视器会当看到，摇出来力量大，甲太空包直接是拎出去望是外口。啊，那落伫土骹的木耳，上惊是以后会影响到伊的成长。再不抢救，这个就没用了。4、5个农民的木耳场有12间望室，无论是旧式的茶架啊，还是上新的钢架啊，拢有灾损，超过4、5万包木耳受损，上少了几啊十万。伊真无奈表示讲，实在是地震伤过大，加在主结构无歹去。不过要整理这太空包，实在是大工程。希望说看能不能农政单位怎么这样，让我们可以把它赶快复原，然后继续有收成这样。放产的渔民嘛艰苦，用基礁固定伫海底的渔网。因为地震地使基礁走位，渔网嘛因为有错受损，那渔民爱赶紧甲渔网收起来换顶，若是破网袂当修补，就要等掉，实在损失有够惨重。不止损失网具，还损失鱼的。对啊，渔获量也变少。这个大地震后，花莲的农业受到严重的损害，到初5中昼为止，农损金额超过9000万，真侪设施受损。花莲港的瞭望台出现木结构走纸，地面崩溃，毛农会大楼损害。我们寿丰乡农会的大楼整个有毁损的情形，那受损的金额就有超过新台币3000万元的一个损失。农业处嘛去花莲港视察船运，因为苏澳公路长站和农渔畜的产品运输爱改行水路，还是西对南回公路成本增加，农业部即时启动运费补助。花莲台东的猪仔甲家禽增加的运费，每一只车补助上悬8000块。菜市价值共同运输，农产品的配搭。1公斤补助上悬1.3块，鱼产品1公斤补助上悬4块。记者综合报道。地震造成新北市捷运环状线这铁基路出去，目前已经修复，是邦桥到新北产业园区单线双向通行，希望后礼拜1会当到第2阶段通车。另外，机场捷运的铁基路要刷位，经过破断认定是无问题，经过时阵要检索，动工也拢修理好势啊。第4个车3强烈地震发生了后，机场捷运就随全线停开，各列车街手动操作，慢慢开到上近的车站，让所有旅客落车。司机员伫过程中发现 A18到 A19站中间铁基路有故障，是通报公司。收到有晃动的时候，我们就去检查，是，那结果就发现了它的这个上部的钢轨那边真的有一点点，然后在那里发现一点点的变位。那考量到后续的频繁的余震我们不敢掉以轻心，会持续的来巡线，跟铁工局跟同仁会一起来针对1032个根柱持续的来巡视。桃捷公司讲，迄天就甲铁道局进行会勘，对全线进行详细检查。修办了后，铁基路维修人员调整 A18到 A19站上下行铁基路的线型，并且以无共时速确认，经过这路段无正常海顶档进行，恢复到正常自动驾驶模式。公司继续检视桥墩也无正常状况，安全无问题。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慢的，没有问题。对，都很正常。也很放心哦。很放心。就先不要搭，还是以安全为主啊。也受地震影响的新北环状线伫高基路段发生大牛甲桥墩结构有反向甩尾的现象。台北市捷运局讲，因为这摆地震地形甲现地环境互相影响。地向的作用力比这个桥家己的重量较大，发生甩尾的情形。不过桥墩甲通梁是无问题，符合相关耐震的设计要求。不过因为环状线即阵敢若局部通车，造成安溪的轻便铁路无转盘站，变拢无到甲北站来相接。特别在公车的接驳上，
我们做适度的一个调整，希望能够减轻市民的不便。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和到大坪站这个环状线的修复，我们希望这几天全力的抢修。新北市政府强调，板桥甲新北产业园区就已经单线双向通车。第二阶段中和站到新店大白拿站，要拼4月7、8上班一天来恢复通车。受损较严重的中和站甲板桥站区段，因为更牛线位会继续来检测补强，确认这个安全无问题才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大地震了后，也开始检查这建筑物的结构。国土管理署统计，全台湾接到民众请求勘载建筑物有430件，其中以双北、花莲、基隆上界多。这红单有18件，黄单有34件。咱来讲到台北市中正区的新隆社区，伫这届地震了后呢，这钢筋拢走出来，外墙损害也真严重，住户是惊甲唔敢困。伊也呼吁讲，这市政府爱赶紧协助引导强。天棚小回一下，木头角都直直落落来，更滚的结果看严严，互人看了袂安心。这是台北中正区的新隆社区，除了原本就海沙厝的问题，地动了建筑结构哪像豆腐咧，住伫遮徛起是惊甲困袂去。500几户，对无？看住偌济人，百姓的性命拢无要紧吗？这个真的是太危险了。所以我们希望是蒋市府能够协助我们赶快都更。原本是计划今年7月要予住户全部搬离开，不过即摆建筑结构，住户1分钟嘛唔敢等，呼吁赶紧都更。另外，台北市连机场的老旧建筑物嘛未堪喺地动的威力，建筑结构互判定是红单，爱拆除还是补强。民生东路5段的社区大楼外表严重破损，北市府赶紧有封锁线挡红单。不要去把它想成围绕这个建筑，假如比较有点裂缝啊，会影响房价。应该是去想说，这房子它的安全性比较有问题，更容易凝聚住户的共识，来加速往围绕都更走。根据国土管理署的统计，花莲大地震发生到即马，全台民众请求勘载建筑物有430件。其中以花莲、双北、甲基隆上多，红单拢总18件，黄单有34件。无论是红单或是黄单，它的后续都可以补强或修理，民众可以任选。目前全台湾因为地震影响建筑结构的，佫包括桃园大溪的3元市场，互判定是危楼，考虑到最近有地动尾，住户爱马上撤出。专家提醒讲，双北、嘉义、甲台南有土瓦异化的问题，民众在地震了后，爱特别检视建筑结构是毋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红球计划，对3月29开始，选择咧台南10个地点内要来展览和民众互动。不过，今早起呢，伫咧新化街一场布展的时阵呢，发现讲这个球去互用家突破，规粒球就是伫咧漏风，就要变甲补补。这个特展团队赶紧来进行修复，然后出展的时间。红球计划第8天，来到新化街浴场展示，不少游客拢小在来看，常常听到嘣一声。红色球破起的声，互众人惊一跳。专工来看的民众是淡薄失望。今天有看到球，会觉得有点可惜。有，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看，有点可惜啊。但是就是没办法，他这样破了，就是我们就拿其他东西来代替。艺术家赶紧做修复，现场人员嘛宣布，然后展示的时间。台南红球计划巡回展览进入上尾3天，选择有90年历史的新化街浴区，艺术家还佫专工甲贴福管，加强对古迹的防护。不过，到伫要甲鹰架摕落来的时阵，无细日去留着球全安尼消去。鹰架这个锐利角也不小心把这个球划破了啦。那其实过去在20几年来，在40几个城市当中巡回的红球也曾经被刺破过。他们原厂都有准备一个修护包，是，所以他们带来都是原厂的溶剂。那他们之前其实也有几次破的经验，所以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可以处理的。即马拄好是台南建设400年，台南市府邀请红球计划艺术家来做展示，为3月29到4月7，伫台南10个所在快闪展示。前面人家红球无细日去破去，加在修复了后，还会当继续展示，无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国际动漫节昨开幕，头一天就8万人来参加。主办单位评估这4天的活动参加人数应该会当冲到30万人。甲去年来比呢，这去年是由市政府举办的，参加的人数无到3万。后面大批评讲这效益上过歹。不过市政府是回应讲，这活动性质甲目标是无共款的，袂当摕来比较。完整呈现原神游戏内底角色全湖江深海。过小姐开2点钟用心打扮，就是为着要去台中国际动漫节。活动举办第3年，初4这第1天就8万人来参加。主办单位按4天的登记会吸引30万人。从台北来，然后就刚好清明节嘛，然后就顺便来这里看，对吧？感觉比台北大很多，比较空旷。昨天破纪录的8万人参观人次。这也出我们意料之外。那看今天的情形，搞不好比昨天还多。4天的展期大概应该能破30万人次。不过，就民代批评，这民间单位办的动漫节，参加的人数量阁创历史新高。若台中市府举办的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预算是年年增加，人丁却是直减少，迄是活动策划甲执行出问题，变做例行公事尔。很多人质疑说，这会不会是变成例行公事，就为了办而办，为了要达成他们当时说要推动台中成为国际动漫城市的这样的方向而去举办活动，但是成效其实不彰。新闻局表示，动漫节是世界有名的厂商来参展，若官方办的动漫博览会，主要是要牵升在地漫画产业，提供创作者舞台，让大家会当更较熟悉因。2项活动的性质甲目标无同，袂当相比拼。记者台中报道。新竹县新丰分所场昨暗6点外传出火灾，因为风正透，现场火势愈烧愈旺，面积达到3600平。这消防人员是透暝拍火，火势已经控制落来啊。不过这烧本所的臭味，因为这吹东北风的关系呢，连新竹市苗栗拢闻会到。对天顶看落去，火烧的面积真惊人。新竹县新丰分所场拜4暗传出火烧。消防人员赶紧到现场拍火，经过1暝，目前火已经拍花。消防人员唔敢大意，继续在现场抓水，就惊火势又搁吊起来。那目前呢，我们现场火势大概明火的部分都已经完全熄灭，只剩下大概1200平方公尺的闷烧面积。那我们目前还是持续在做灌救。住在附近的民众讲，昨暝准备要困的时阵，一直闻到臭味，实在挡袂住。咱住在这尔，味拢会闻着，第一边冲啊这边过来，咱挡会掉。毋那附近民众因为大面积火烧，加上透东北风，就连住在新竹市以及苗栗的民众，拢闻会到臭味。环保局把赶紧派人监测空气品质。足臭的味。敢若迄塑胶烧气，也是讲有物件烧气，迄种足臭的味，闻到吼鼻足无爽快。环保局接获讯息，立即监控本市空气品质状况，并以大气风场模拟空气品质恶化可能影响范围。模拟结果包含本市的各地区皆为受影响范围，是会持续监测风向的变化跟空气品质的状况。经过消防局初步判断，着火原因是粪扫场沼气所引起。环保局把提醒民众，这几天可能也有歹味，呼吁民众厝内门窗尽量关好，建议出门嘛爱挂喙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为了要庆祝儿童节，嘉义县各乡镇市拢举办相关的庆祝活动，亲像这嘉义县的溪口乡用台语设计儿童节的庆祝活动，希望大人甲囡仔在咧耍的过程当中，惯习用台语。好，来哦！1号，2号，1、2、3。大人甲囡仔用台语相掌问，边仔阁有在地实施的台语讲法。嘉义县溪口乡举办的儿童节活动，有走馆应答，有好食的点心，阁有唱跳活动，希望囡仔伫耍的过程接触台语。我感觉当然真好啊！囡仔真侪囡仔虽然有一寡囡仔可能听无先离开啊，但是反正有留一寡囡仔就来家长有兴趣的，反正因长期了就开始。有兴趣要讲台语，嘛是有可能啦，感觉是真好的机会。其实大部分来的家长用台语拢足好的，只是因无想到讲，原来我会使甲我的台语搁传落去安尼。
溪口乡公所表示，台语是向来真侪大人惯习讲的语言，但是却发现大人通常甲囡仔讲话时，颠倒会改去讲华语，所以想讲透过儿童节活动，替囡仔创造讲台语的环境，互大人甲囡仔做伙来讲母语。参观用是去台语学这个单位，也是其他的配合的单位。走观了后，伫走观的过程内底，就会使去学到，包括讲熟悉，食物要安怎讲啦，动物要安怎讲啦，还是日常用品要安怎讲。用这种方式推广，咱无法度讲一讲就达成讲你伊转去一定会带囡仔讲台语，毋过是一个刺激，会使互伊去思考这个问题。囡仔哪算哪学在地真实的台语？台语路文化协会表示，家庭是合适台语的第一个环境，呼吁家长会当伫厝内加教囡仔讲台语，创造囡仔伫厝讲台语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0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7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